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ylan。今日好開心，我隔籬呢個係我準備加入我嘅團隊嘅新同事 Yuki 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做 Yuki， 咁我係喺香港讀書嘅，大學嘅時候讀新聞及傳播學系啦，然之後讀咗2個碩士，一個就教育學碩士，一個就佛學碩士。咁我畢咗業12年啦，做咗4年半嘅小學教學助理，1年嘅記者，1年嘅行政工作，同埋1年半嘅銀行。咁我而家想轉戰做保險呢個行業，咁加入咗 Dylan 嘅團隊。咁 Yuki 點解會突然之間選擇加入我哋團隊，即係想轉做保險呢個行業呢？大約係2009年嘅時候咧，咁嗰陣時發生咗四川汶川大地震1年之後，我就跟咗一個基金會去中國做四川白鹿鎮度做一啲嘅服侍啦。咁喺嗰個服侍嘅途中咧，我就識咗一個喺做嘅 uncle， 咁佢就 recruit 我入去，想我做保險嘅。但係我嗰陣時冇任何工作經驗，我就覺得自己未係時候嘅。但係咧，嗰個種子就種咗喺我心裏邊啦。喺我做嘢呢12年期間咧，咁因為我做嘅工作都係固定嘅時間、固定嘅人工，只要做好自己嘅份內事咧，就可以出糧㗎啦。但係咧，我就反思我嘅人生，我想有一個大啲嘅進步，同埋有一個可以發展嘅空間，所以咧我就嘗試做補習先啦。咁跟住做咗補習嘅時候，我仲有多啲時間可以學多啲嘢喎。咁而保險呢個賽道咧，佢係冇固定嘅人工，冇固定嘅時間啦，自由度好大啦。只要我用對方法，咁咧我就可以槓桿我嘅時間啦，槓桿我嘅人力資源啦，亦都可以服務個客人，為佢個家庭咧做一啲財務嘅規劃。所以我覺得係有好大嘅成功感。